1938年世界盃係第3屆國際足協世界盃，主辦國係法國。呢屆賽事舉行時間係6月4日至6月19號，正值歐洲局勢急速惡化，戰爭陰影越嚟越近。當時獨裁政權抬頭，歐洲版圖開始被重新改寫。西班牙內戰仍然未完全平息，德國吞併奧地利，國際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所以1938年世界盃唔只係一場足球比賽，更加係2戰前最後一段和平日子入邊一次充滿不安同政治意味嘅大型體育盛事。今屆世界盃原本有16個國家參賽，但因為奧地利被德國吞併，奧地利國家隊被迫取消參賽，部分奧地利球員被編入德國隊。結果今屆實際只有15支球隊完成比賽。奧地利原本已經取得參賽資格，仲被抽中對瑞典，但最後冇辦法獨立出戰，瑞典因此直接晉級8強。當時奧地利嘅神奇隊曾經係歐洲最出色嘅球隊之一，但係到1938年，呢支球隊已經因政治事件而消失，成為今屆世界盃最沉重嘅背景之一。今屆賽事繼續採用淘汰制，由第一圈開始已經係輸波即出局。賽事分散喺法國多個城市舉行，包括巴黎、馬賽、里昂、波爾多、里爾、圖盧茲、蘭斯、勒克弗爾、斯特拉斯堡等地。相比1934年意大利世界盃，法國希望以較平和嘅方式舉辦賽事，但係政治現實仍然無法避開。法國作為主辦國，期望透過世界盃展示一種國際友好同體育和平精神，但整個歐洲其實已經企喺戰爭邊緣。1938年世界盃亦都有亞洲足球首次登上決賽周舞台，何淑東印度，即今日印尼前身，成為首支參加世界盃決賽周嘅亞洲代表。日本原本都有機會參與外圍賽，但因為局勢同其他原因退出。何淑東印度最終喺第一圈不敵匈牙利，但係佢哋嘅出現標誌住世界盃開始真正由歐美擴展到亞洲。另一方面，古巴代表北中美洲參賽，亦成為今屆其中一個意外焦點。今屆共有18場比賽，總入場人數約375700人，平均每場入球達4.7球，入球率相當高。意大利係衛冕冠軍，亦係今屆最大熱門之一。巴西、匈牙利、捷克、瑞典、法國等隊亦都被視為有力嘅競爭者。不過，烏拉圭同阿根廷等南美強隊缺席，令到今屆賽事仍然帶有明顯歐洲主導色彩。第一圈最震撼嘅結果之一係瑞士擊敗德國。德國隊因為吞併奧地利之後，加入部分奧地利球員，被外界視為實力增強，但係隊伍融合並唔理想。咁首戰德國同瑞士踢成和局呢，需要重賽。重賽入邊，德國一度領先，但瑞士反擊成功，最後反勝晉級。呢場勝利唔止係足球爆冷，亦都有強烈政治象徵。因為德國當時正代表一股壓迫性力量，而瑞士嘅勝利令唔少中立觀眾感到振奮。意大利第一圈面對挪威，過程並唔輕鬆嘅。作為衛冕冠軍，意大利本應佔優，但挪威表現頑強，令意大利要踢到加時先過關。意大利最終險勝，但亦暴露出狀態並非無懈可擊。不過領隊維多利奧普素仍然有能力調整球隊，令到意大利一步一步進入狀態。巴西對波蘭係今屆其中一場最經典入球大戰。巴西球星里安尼達斯大放異彩，展示出驚人射術同靈活身手。波蘭前鋒韋利莫夫斯基亦射入多球，令到比賽成為世界盃早期最精彩嘅攻防戰之一。呢場比賽亦都令到巴西足球嘅華麗風格開始被更多歐洲觀眾認識。古巴亦喺第一圈製造驚喜，佢哋面對羅馬尼亞首戰踢成和局，重賽再戰時成功擊敗對手，成為今屆黑馬之一。古巴本身呢並唔被視為強隊，但係憑住頑強防守同門將表現，成功晉級8強。呢段歷史呢令古巴成為世界盃早期其中一個意外故事。8強階段呢，主辦國法國呢面對意大利呢場比賽政治味非常濃嘅，因為意大利球員呢身穿黑色球衣上陣，令人聯想到法西斯黑衫軍。對法國觀眾嚟講呢個形象極具挑釁意味。比賽入邊，法國雖然有主場支持，但意大利實力同經驗更勝一籌，最終擊敗法國，粉碎主辦國奪冠夢。意大利用冷靜、防守同效率淘汰法國，顯示佢哋仍然係當時世界最成熟嘅球隊之一。另一場8強呢係巴西對捷克，被稱為波爾多之戰。
兩隊踢得非常激烈，身體碰撞多，犯規不斷，甚至出現球員受傷同被逐。首戰未能分出勝負，需要重賽。從賽中，巴西調整陣容之後，擊敗捷克晉級4強。呢個系列賽展示咗巴西嘅天才同攻擊力，但亦消耗咗球隊大量體力，為之後準決賽埋下伏線。匈牙利方面喺今屆表現非常強勢，佢哋第一圈大勝荷屬東印度，之後繼續展示出強大攻擊力。瑞典因為首圈輪空直接晉級8強，其後亦打入4強。不過，當匈牙利同瑞典喺準決賽碰頭，實力差距相當明顯。匈牙利以強大進攻擊敗瑞典，順利殺入決賽。匈牙利球員整體技術、速度同配合都非常出色，係今屆最具火力嘅球隊之一。另一場準決賽係意大利對巴西。巴西因為之前對捷克經歷激戰，球員體力受損，更重要係巴西選擇收起王牌射手里安尼達斯，希望保留佢喺決賽上陣，但係呢個決定最後成為重大爭議。意大利把握機會，以穩健戰術壓制巴西。美亞沙射入12碼之後，意大利取得勝利，再次打入決賽。巴西雖然天分十足，但係喺戰術成熟度同臨場決策方面仍然不及意大利。決賽喺6月19日舉行，由意大利對匈牙利。匈牙利功力強大，但意大利嘅經驗、組織同防守更成熟。意大利由高拉斯先開紀錄，匈牙利好快追平，但意大利之後憑皮奧拉同高拉斯再度入球，逐步掌控比賽。最後意大利以4-2擊敗匈牙利，成功衛冕世界盃冠軍，成為第一支連續2屆贏得世界盃嘅球隊。意大利今次奪冠被視為實至名歸，雖然佢哋背後仍然有法西斯政權陰影，但係單以足球表現而言，球隊組織嚴密，戰術成熟，球員心理質素強，領隊維多利奧普素更加成為世界盃歷史上最成功嘅教練之一，帶領意大利連續贏得1934年同1938年世界盃。佢嘅球隊唔一定踢得最華麗，但係非常實際、有效率，亦懂得喺關鍵比賽中控制節奏。里安尼達斯成為今屆其中一位最受注目球星，最後亦成為神射手。佢嘅表現令巴西足球開始建立一種充滿技巧、創意同娛樂性嘅國際形象。雖然巴西未能夠奪冠，但係今屆係巴西足球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嘅重要一步。日後巴西成為足球王國，1938年可以視為其中一個重要起點。整體而言，1938年法國世界盃係一屆充滿矛盾嘅賽事。一方面，佢見證亞洲首次亮相，巴西足球崛起，意大利完成衛冕，亦保留咗唔少經典入球大戰同埋黑馬故事。另一方面，佢被戰爭陰影、政治壓力、吞併事件同法西斯象徵包圍。呢屆世界盃過後，世界好快陷入第2次世界大戰，世界盃亦都要停辦多年，直到1950年先再度舉行。所以1938年世界盃可以被視為戰前世界盃時代嘅最後一章。意大利成為冠軍，巴西開始冒起，亞洲首次登場，但係足球場外嘅世界已經一步一步走向崩裂。呢屆賽事唔止記錄咗一個冠軍，更記錄咗歐洲最後和平歲月入邊一場充滿不安、熱血同歷史重量嘅足球盛會。